消息要搁再来关心秋兴滚塘歹蹭蹭彰化溪州乡昨下仔新增加一件通报的案件，县政府部署进展，用火烧也搁有乌头的方式要来投糖。另外，方案2个番麦田改做出动无人机来喷药，若是花莲的部分拢总6个所在，差不多2架地，互秋兴滚塘这乱吞达，赶紧宣布进入第2阶段强制转药。若做田人，伊嘛伫咧暗时做掠糖的电火，掠偌济算偌济，希望会当甲农业省减到上低。无人机器看看飞起来，飞去有封锁线的番麦田内底喷药啊！秋兴滚塘造成伤害，毋用小的，用大的，昨伫方院的2个番麦田，佮出动无人机器喷药啊！因为这已经发现到大只的秋兴滚塘啊，宣布启动第2阶段的防治行动。喷洒的这个是从上而下，它的涵盖面比较均匀，而且速度也比较快。那西部即马含东部的花莲嘛出现秋兴滚塘，目前有6位的田确定有秋兴滚塘，面积超有2公顷。农民建议配合几种非农药的资材，疏力菌做伙用，避免抗药性，也是用天敌的方式，或者是靠寄生蜂来互虫害袂去继续摊开。以前可能10天才会防治一次嘛，那我们现在发现有这一支虫，我们可能1个礼拜就把那个密集度稍微提高，密集一点。只要是喜欢光的，他们都会。我下面有放肥皂水，它就会往肥皂水里面撞。8分地番麦田全部拢乌掉，损失21万，农民的心地地火，家己做掠野丁会当掠偌济就算偌济。然后在年线玉米就会发现到，它已经从抽穗的地方钻进去里面，在里面已经是等于是筑巢，所以我们后来才发现到说，原来我们都找错了方向。秋兴滚塘伫来台湾农委会风检局宣布第2阶段强制喷农药的防治，农民家己嘛想办法，要互损失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